总之贵就攞一個呢，真嘅啊！要平分啊， 2分哦，200嘞。 100啊一样好，那你跟他们讲，来，我要第1名哦。水腔料理很会取谐音呢。哎呀，你看等一下摸嘴总在转起李哦。书姐听到水腔料理，她的脸已经腔掉了，吓开啊！贴下来哈，你摸糖的 OK，这个夹的贴下来的，很痛呢。哇，哦，好香哦！哎，过量到面就嘅香气就去摸强强呢。一般嘅都冇看，迄每中一点火，完全我喺上上看呢。做得啦，有火就做得啦，用打火机，来，直接摆就按用表演哦。等一下，它会蹦哦。不会不会不会没有不会。 Hello，各位天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係種白票，大擺攞到慶祝兩片吼，尤其兩片按到嘅太貓步，上面叫攞到動到擺咧。慶祝兩片哦，最有名就係兩最群哦，就有動到嘅音樂會。哦，但是我覺得他們這音樂季辦得有一點美中不足。該不會是沒有請你來主持？沒有請我主持之外，聽說還有人發新專輯，沒有請他去唱個兩句。很棒哎，你。哦，該賺些名按到嘛。這麼優秀，叫做有心人，有心人士。所以假設慶祝兩片，雖然動到音樂會，唱到白腔來主持，唱到民主來唱歌，哎呀，按到班面。好啦，謝謝伯謙啦哈。呀，特別這一盤嗰種音樂會啊，哈你辦來唱歌誒，唔過呢還有一件事情咯，先做一下特別，涵蓋有當到好高好食好料嘅，故說睇起啊，可以一家之主，涵蓋做得尋到好高嘅好料嘅素材哦。現在分享到評審欣賞，佢當叫冇來。係啊，放相機哎呀，呢。真的分享對你嘅謝靈記。大家好，我係謝謝玲。玲阿姐哦，有已經放相機對呢。啊，你看，叫多樣嘅點啊，係啊一條南毛都變蟲，有呢，鐘擺落去直接很短短呢還冇。辦法塌。還有一個人燙頭髮咯，給個人放樣你嗎樣。沒了，林選舉林師傅。hello，大家好。哎，你越來越韓系呢。他是歐巴哎啊呀！哦，馬上來分享到今日潛水站，我一逢水嘅佢係兩隻阿嫂哦，來分享到嘅係夢琪老女主記，分享。來。好，兩下分享一下，攬出嚟一片係攞是用練，呢條係阿姐老老太強校，用力練老過白咗。歡迎。對呀，前兩可以係逢水哦，你哋係對新婦來係嘛？嘿，還是對門啊，帶對門添。對面啲啊，喺對面山呀，哎，招門。哦真見哦，哎，咁有推薦一道嘢嘛？㗎好高好食好料嘅嘛？有啊，有新天喵啊，哈，嘿，九重湖啊，有九。哦，叫功夫，哎這道嘢清講哦，嘛開世界戲卡講啊。一是爬山它多啦。哦，爬山這道嘢客山運動。嘿，爬山嘿嘿，還有賣青島哈，安尼哈，就客家人中誒條哈菜啦，哦一條哈。聽風行嘿嘿嘿嘿，這個哈，你還可以種下中嘅菜哦，他最喜歡買。我最喜歡買。對，你還沒有啥藥的啦，冇叫藥來啦，係冇叫藥來。該片哦，除了做啲鐵山啊，他就火把做啲搞秋水啊，烤肉啊。誒，烤肉啊都做得啦，係啊，火把做啊都有啦。攬出嚟一片好多用練啊，推薦一件哦，凍河蟹雞店。瓮窑雞，凍河蟹，哦，凍到素材有瓮窑雞啊，該片嘅鐵色係嘛嘅咧？伊係個龍眼樹來烤嘅凍香，龍眼香。問他有沒有帶來？一定是沒有，我們現場沒有聞到。有帶來嗎？沒有帶來，太早了，還沒有。太早了。對對對，但是博章的豬肚有帶來嗎？賣完了，啊，賣完了。賣得這麼好。現場做。我聽說他們家的那個胡椒豬肚雞，哎呦，雞好吃嘞，講遠。好餓哦。瓮窑雞嘛。該片哦，除了該係龍眼木都烘烤製啊，台灣該片還有個筍筒，唔是甜，對，唔是甜，用個雞湯來煮嘅凍香。有冇有啊？係啊。哦，我說個甜，個雞就有幫助順湯之前呢。個地北都會配湯就會用那個瓮窑雞的那個。這一步誒，剛剛我們就去那裡錄影就好了。哎呀，對啊，做得啊。你是不是老闆娘？不是不是。好，那我們要自己。好啦，今日還係比賽哦，哦，有競爭哦，唔會競爭哦。好，馬上就來金行體育館嘅挑戰。苗栗風流店。
梁翠会用现改嘅方式加添主要食材，3點分先煮起愛做嘅料理。喺倆之前，唔啲會知道乜嘅食材嘅情形之下，梁翠會因為條件中撒變到手腳來唔參麼？還有梁翠冇手到嘅食材，未為咗煮出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出乜嘅上多嘅料理呢？最挑機、最神奇嘅比賽，啱先是開始了。又到了料理风流灯的时间喽，看谢玲姐按叫我了，今天就让你来开灯，真的吗？開燈，點燈一下，光明燈。點燈一下。好，前半年也點講嘅嘅菜色嘛嘅。問他韭菜炒鴨飯，到底係玩油菜也係玩鴨飯咧？我覺得以我們製作單位來說的話，哈，壓快菜較貴啦，他們應該是換快菜預。算的問題。哦，先派出就好。我拍馬沙律。好來，剪刀石頭布。啊哦，你選我選，我選哪一張？土豆山嘛哈，1、2、3。哎呦，油菜！真的是換快菜，我就知道你們。我搶這次去油菜嘛。我就跟你說，快菜比較貴，對啊他們一定是換快菜。好來，夢晴，我選了亞給黑貓，是確定是1、2、3。哎呀，亂係嗎？亂拍拍亂拍，哦，可以啊，炒鴨飯。可以可以。都對來，都對雪玲姐，你自己開你的。 1、2、3。哦，葡萄柚，來來來來，哇！哇，雪玲姐加油了哈！真的要加油！全國冠軍。太恰都現豆氣感還是菜哦，我覺得今天這食材蠻挑戰的。嘿不過再怎麼樣也是你出的啊，很像是哦。不然嘞，我們馬上已經好踢館嘅挑戰。快菜炒鴨飯啦哈，冇想到呢，最難嘅食材應該係雪玲姐出的。應該還好啦。 OK 啦，哦那我就先問你咯，你有信心嗎？我有信心嗎？哦，有信心就好。來，風水有信心嗎？有加油哦！加油！來看一下咱最兩片有信心嗎？有。加油加油！現場馬上開始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。開始咯！葡萄柚係哪裡做水果，哪裡做果子蛋漿雪啊，。咱講葡萄柚去做咧做推提嘅，你也算付出啊。哦呢啲算料算料嘅呀。好好好，看一下幾條手道係。亂濺，先結論哦，哎，切切剪啊。先炒果啊，哦，女主角係做盤做嘅係嗎？我冇攀走好冇？啊，可以了，怎麼煮出來呢？唔會試添，我是啊，會永試添。遠做阿姐吼去吃到吼，哎呦哎呦，老朋友啦，老朋友，總之貴要攞一個呢，真嘅呢。有開時間你有得到？平分啊，兩分哦，200嘞。要不然我好，那你跟他們講，來，我要第一名哦。哦，好，你係來辦幾多年20年， ？20年。咩開婚宴哦？今年1年你來都要加過嚟啊，特別係一年。係印尼嘅，哇，你印尼華僑，印尼華你有冇講下啊？因為本身是客家人，啊印尼客家人嗎？係哇，但是我想問，假如哦，假設僅僅就這種打蛋戲，弄到該像舒芙蕾該那種發泡過的，那類很快的炒，熟得嗎？炒它要燙比較少。它會消泡，慢慢。要不然你哦吼，冇好食油啊，那炒麵粉啊是下豆啦，嘿好好，亂叫麵生啦，哎呀，剛運動生，僅僅呢，爸爸該用西美還要用選，嘿是嗎他？說吃下去都是麵粉味，嘿那。麵粉地位，哎呦他會有石頭嘞，然後一隻卵用隻卵吼，就到一大盤炒麵粉啊，冇好食啦，聽埋你所。以我們這一集要麵粉嗎？不用，唔食啦，唔講愛尖凍為切。哎呀，真的夢琪好厲害，老公有效啦哈，有啦，夫妻互相啦，互相啦是哈。好，我們先過去，等下過多來。好，麗玲姐用咖沙啦，依家還蠻開心哦，是講叫佢打頭面啊。哦，唔怕挨咪為打挑命。好，跟他講。我要第一名。可是我想要吃豬肚雞，所以博章黑鳥去搞研發的，也還講我卡本山州哎，自己研發的。怎麼這麼厲對害？啊你幾歲？我幾歲啊？34歲。可以跟我哦。同年呢。你不是還在後周吹嗎？對啊，我想吃哦。那博章什麼時候可以吃得到？好，下次有機會。呢啲嘅
阿翁吼，等下应该慢处理过吗？烫过、杀过。杀过就好嘞哈。哎，那博章是学餐饮科出来的，是吗？自己家教练啊，是教练，健身教练。健身教练。对对对。做培训那博章，你看杨勇还有救吗？他这样还有救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有90%都体脂大概是83，对，差不多。83，对，就17是水。他是油包油，没有啦，他那么标准。所以白天的虚街走夫教驻赌，暗部的虚街走做健身教练。对。哦，变落去杀一下咧阿翁哈，可能咧一下就好咧哈。对，一下子好。竹筒油基本它会有孔洞吗？会熟，会熟。放下风为主俩头出来吗？有，老人家好些，我牙齿个软软是记得好习惯落，放宽落。而且你们知道亚该州的厨师帮我吗？对哈，有60秒哦，60秒吧哈。亚该喊出来先通过哦，通一下。你梅會走聽嗎？唔會，我真的是很怕知道喊出來沒有喊。今日可能調喊，所以先嚼熟一下。哎，好，那我們等一下都轉來，再看你們要不要用廚師幫我了哈。好。哦，這個蛋白粥懂講哎，应该手煎呢。好漂亮，这很像那个有没有糖霜？而且制作单位就给我们1颗蛋而已。对呀，太少了，一定要乱听听啊！所以刚刚我们银珠姐才会想加面粉啊。太少了啦。配色是。依家用配色凍好款，因為阿翁啊遇到夫婦喊水嗆嗆，配個拍凍好款。可是我沒有廚師幫我，很會用嘛。很簡單，唔是啊。哎呀，怎麼樣？雪玲姐怕了嗎？有怕哦。分給佛台啊，大嫂。雪玲姐，你有跟印尼的客家菜交流過嗎？就是比較東南亞的。有呢。我自己家裡有好幾個印尼的妯娌啊。哦，真的哦。所以呢度嘅客家菜，撈台灣客家菜，冇強用也係強用。差冇嘛解呢？印尼客家菜凍到重，因為印尼客家菜真正的印尼菜都係凍到香料。哦。誒，台灣的菜最簡單的，因為印尼菜凍到香料，像印度一樣凍到香料。要咁講。哦，那你來到台灣過後，最好食哪一出客家菜？都愛食，多好食。是冇強用的口味啊。佢要香就做得表面。呢啲要下多，可能係因為等下炒。係鹹菜，佢係炒鹹菜，冇按多個炒。但唔可以搶廚師天數嘛？我幫你炒。好嘛？好啊，來，我幫你炒吧。來，主廚讓愛甜熟。好，那先滿意。都異性相吸啦，愛請誰啦？好來。來。雪玲姐，你都會弄鹹菜哦，像在她家的衣服一樣。對啊。多順手。他摸過的鹹菜都比我頭髮多，最香標離，很會取諧音呢。係啊，你看，等下摸嘴總在轉體哦。銀珠姐聽到最香標離，她的臉已經香掉了，哪開啊？來，這個意思咯，這個吸引到你。這素的。好，那個鹹菜吼，要唔吸油？那個鹹菜哦，不用落去。必須可以洗。我幫你炒。哦，呢啲切到焦焦係炒嘅嗬。係，用炒。因為你們那邊是切斷。其他調油。係韭菜啦，韭菜切。沒有。真的嗎？咁記得呢。哦，一下就加條椒喎。有個鹹吼，然後水嚟燙。哦，負責拌。好快哦，看起來真的很舒服哎。好，它有加水，一點水，你大概本佢冰下來。而家調。大概電下吼，起鍋裝冰，吼，起鍋裝冰。好。好，冰下去，好，這個冰下去。哦呦。好。蜜頭該有吃嗎？等下我試看看。好，幫佢收一下，好。3、2、1。好，你電下勾芡就好了。OK。要拉點勾芡。哎呀。好，所以該下師傅講要記得咯，不要都只看他臉。他們都要勾芡哦。勾芡了，來。勾芡只要一點點吼，知道吼。薄芡呐哈。對，薄的啦。差不多一點點。好了。我加通哦。加通係鹹水加通，唔係鹹。他默默幫我們加鹹。好，等下水母香嘅加起款哦。愛起款。關火放烏醋嗎？對。起鍋裝冰跟。可以了嗎？可以了，差不多嘞。好，起鍋。好，那個一款冷水了哦。好，冇全部一啲咧做哦。吃蜜湯。怕夢起凍強。等下片個真土未凍加哦。你看看這個鹹菜。唔，可能呢個味道會配合嘅
阿翁嘅拼刀啊。哎，可是两部分就博章来掌厨喽。哎，博章平常时都不卡会煮吗？健身教练一定要煮。他也是厨师啊。你平常都吃什么啊？平常吃什么？吃鸡胸肉，只吃鸡胸肉。还有吃牛肉，你看他妈，还有吃蛋白质，高蛋白。哦，但你结婚吗？结婚了，有2个小孩。真的？对，大的9岁了。啊，有安胎耶！对丢手对，2个。代表你10年前对，他看起来真的很年轻。哎呀，你讲你俩哈34， 34，然后10年前哦，21岁，他家己人的穷年，我家真嘅9岁。为什么会这么？我在用按手势结婚啊，用来了啊，看到喜欢的人呐，哦，就给他下定，对，直接签约，对，跟他大家看到不用喊出来老阿翁嘞，自签，这就别算条吗？有，但是会煮菜的男生应该是加分的吧？就比较不爱讲话。嘿，唔会菜。哎，家下今日就提醒讲，你阿罐有60秒的停休时间，会用吗？不用，你在国家还有天数吗？不是，起锅吗？哦，那刚差不多，我要去倒数了哈。那就好，天草马上开始倒算10、 9、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出来吃吃看，铁管底度，内部开料理，开针掉喽。好，也係出出呢，係快脆炒鴨煲，唔過你風吹用嘅係下嘅亂拍，睇下叫我來吃吃看啊哦。哇！你發現到嘅亂拍哦，嗰個鴨王嘅口感又都有強，所以咬起來時之後唔會違和，非常好食。重點係個阿芝師傅哦，然後你調味過後，也個鹹脆啊，炒到嘟嘟好味道，而且也都有動過錢呢。切到肚后太色，因為攪飯真未當針的。冻好蟹又下饭了，我老記做嘅副調煮都比較起來咧，不一樣的感覺，也是都很好吃。稍稍咧試看下阿姐咯，我將向下做韭菜炒鴨王。記到炒韭菜吼，它保持個斜度，所以放落去嘅時間哦，就做嘅凍好。它個因為記到食鴨王哦，較大啲，所以口感較 Q 彈，非常好食。梅青好吃啊，就它糖一點啦。哦你也看它鹹啊。你也看拉米啦哈，那都會口味好重，我們都比較好吃，我們很有信心哦。哦，我在用糖款嘅冷脆對記到自家嘅評價係分，可以再酸一點。冻好蟹的，不是咋个加酸的冻好蟹的。兩組吼對記到自家嘅裡頭出來評價非常高，都在4副營養版評分咧，大家來看哦。現場謝李師傅搶分數，冷脆得到1分。等下看下選舉師傅搶分數，風水得到1分，搶手。那知道今年兩喙做出來當好食啦，風水嘅香是有，可是個鹹土合香鹹一絲絲咧，那個亂拍啊，你做得唔好煎到安尼擦擦，煎到嫩嫩有冇？細細火微火啲個煮，佢會拍一清，然後個阿風凍搭嘅鹹，然後做差多咧，一啲啲咧，冷水咧，今年那個米是挑到凍土好。我先來講，你啊風推好咧，誒使到你個順味就出來，那個鹹脆，因為呢有老一水嘅調油啊，幫你個香味炒出來，你個順度就會出來。啊南推那邊呢，可能個調油冇起到強度，啊唔過順味一絲絲的甜甜，啊唔過都好食咯，感謝。好，最主要呢，鹹脆變化料理嘅時節咯，而有調油嘅醬香，還加會落一些咧，也個糖落去，也係管甜。唔過三行來看下謝林師傅，佢剛剛出到嘅係也個葡萄柚，都帶咗老阿翁向下來變化料理呢，馬上搞俾你嘅謝林師傅。基本上呢，係冇乜該菜色做的口味方，你也全國第1名嘅謝林記啊。可是謝林記雖然沒有什麼可以考得到你，但這樣做會好吃嗎？好吃。我發現哦，一店到連本手到嘅葡萄柚之外，它還增加難度，用2種哦。嘿，因為你係愛菜蒂嘅葡萄柚。哦，2枚葡萄柚。係2枚葡萄柚啊。2枚半夜半寸下來耶。沒啦。哦，沒有。沒，個菜蒂。有點久了呢。個菜蒂嘅葡萄柚啦。你看那個有沒有？雪玲姐姐都會弄鹹菜哦，像在家其他家的衣服一樣。對啊。多順手。我今日為了鹹菜那切細嘅。他摸過的鹹菜都比我的頭髮多。哎呀，我
我當時想看到有都已經係偷其他咩切開咯，已經係用筆嘅。用筆嘅啊，我下頭去切絲啊，因為你種下細這個是比例尺，我知道。唔係，你種下細皮啦，你不卡下大皮為好切。雪玲姐讓她切的形呢，跟各位剛才切的不一冇樣。同樣。因為博章剛才切的是切一段嘛，對不對？一hand打開來耶。風吹切的係切悠悠哎，我覺味道都很好，因為各得一票。可是雪玲姐讓她切細，切細嘅。 OK，我留意切細嘅，我留嘅。阿峰嗰味係係葉梅，我阿峰嗰味又切絲嘅。所以除了嘅鹹菜處理嘅風宣，到大家冇強用之外，等下還有哪啲做啲先，到大家預告一下冇？預告啊，就這個老大家冇強用，老去兩三年嚟冇強用啊。那我們看一下給用來處理這個鴨血哦，哈。哦，先補一半哦。哇！然後冇強可以切按，呢啲都切嚟鋪咧。哎，這就跟我們吃那個酸辣湯一樣。對，雷同。跟葱土佬鹹菜差唔多。而且挑嘅下嗰種誒，你那食起來食得多。很考驗手工。但很像在做美勞哎。唔會啦。因為出示提出來嗎？好啊。還有小馬莎。那我請博章哦。以惺相惜嗎？博章好。博章嗎？你喜歡肌肉男嗎？先放啲哦。聽哦。咁唔少糖果機講，嘿嘿。你啊，一下就好嘅啦。哦，因為拍攝嗬。因為拍攝我，即係唔嚴風哦。係啊。所以雞春下都賣的哦。唔是按多啦，你炒因為盤煮好誒。以切類型呢，跟各位都不一樣。用到安用切嗎？冇嘞。有想到嗎？冇。他們也是前面的時候猜拳的對手。我蒜呢，我咪會切片呢，冇做切細嘅啦。其實你煮第一煮鹹蒜甜嘅啦，然後家下你都煮會差冇乜嘅。嗱，我哋全部切好了。好，我會準備一啲啊水鑊，等下會做。你阿峰會燙一下邊機。好，所以這一步大家剛才係強用嘅。我切挑嘅容易係幾下薑鹽米啦。那同時這唔是加鹽嘛？加絲絲咧，做乜要加鹽？必有米頭啊？必有米絲啦。哦。用到變水地不會毒嗎？要，呢就很嫩啦，嫩嫩的啦。因為啲鹹菜唔係你自家做嘅，你唔自己鹹土。所以講你水這位下本機，它唔會按鹹。用輕刀切出來之後是凍番茄、凍河就覺得好像可以煮湯啊。對，做得煮湯啊，你見啦。我用蒜頭，用馬絲。我為撈鹹菜先放落去俾炒，其實蒜頭撈鹹菜強下炒俾出味，唔好按家就放水，係我為撈去炒下香一絲絲咧，就會放水。放一啲就炒到燥燥啊？唔係啦，唔係炒燥，唔係。你鹹菜最好做乜嘅料理咧？炒鹹菜啊，做炒鹹菜炒蛋漿麵腸。哦。會加細，太細就好食。哦，那個真的很棒。新居美凍甲為煮兩頭啊，我好像上次有吃過。有差唔多，但係它是會把它變成鰻魚飯。鹹菜那裡炒嘅乜嘢啊？爆板條咪當我食，就炒嘅爆板條哦，爆到底度。就炒竹蟲啊，咁做嚟啦。嗰種誒葡萄柚剝好，喺落去皮剝剔，落去炒邊。皮天都剝嘅啦。我全世界可能係，你係自己殺魚應該用炒油嘅嗬。唔係啊，柚子餐唔係啊。像這種柚子那類葉菜。除了鹹菜之外，還有其他買菜色嗎？哦，你啊，甚至就凍厲害，甚至比較厲害。做嘅香港嘅那個楊枝甘露。哦，對，我的愛。用一啲嘅頭油，比嗆一下，它醬香啦。柚子跟醬油。對，你確定？確定。鹹甜都是好。鹹甜。我做嘛用油，也酸甘，唔係油嘅啦，你係葡萄柚啊。葡萄柚啦。因為葡萄柚本身它酸，你變兩下就好了。你剛開始就不用頭油甜嘛，醃到頭油到湯，再加啲啲香油。要起碼加香油，啲啲咧，放一啲啲鴨米啊嚇。就烏醋啊，烏醋。哦，一些些就好誒。那你愛鉗醬嘛？我唔愛鉗醬咧。哦。我唔好鉗醬咧，果肉都擺落去看。冇安尼就當好食咧。也係鹹菜專家，他綽號叫做鹹菜妹。係啊，這應該係蠻講到另外一種，鹹風這個油按到埋，咪係葡萄柚。係，佢係葡萄柚啊。那品種的名稱有嗎？係品種誒，佢係楓柚誒。好來，猜秒很多。
葡萄柚炒鸭风。按钮就后生喽。高捏的是哈娜胡须的，好，要么碰汤酒，蜂蜜进的酒，哦，你有带吗？某呆都很一样。他家里不是住很近，一样。双绕来写这个，该绕着好加好。所以你要先冲就音绕不同哦。我你还真的是真给写了子不会同的。哦。好，刚刚摄影机的主持人，大家一定也是这个惊讶连连，因为年代你用公用的主位，雪英姐她做法就是不一样，有点像炒三丝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太强了，吃看哦。好，哇，俺非常期待的，因为阿姐刚下就讲，冻场个喊蒜香梅头强用。哦，蛇灵姐真嘅蛇灵姐唔系客套，我知道系改下凉盘地位度吼，最好是调俩头，因为该。葡萄柚它本身的蒜味还水果香味，那个蒜色中的没法做比较。而且葡萄柚啊，有的机会会吃了过后会转的有点甘味，所以就不要出春呢。比较起刚才的菜色之外，你真给还嘎甜的一种米头，跟蛋白不一样，蛋白就增加一个新的口感跟配色，大概会不会有多一种米奇的底度？很好吃，很特别，果香啊。哎呀，冻河蟹吃过以后，其实店头做得到其他的水果，那类叶菜款。台湾嘅水果冻甜冻好食，啊，不过基本嘅呢種都嘅葡萄柚，伊就酸，還就微微嘅苦。適到呢整道料理將劉師傅做嘅手工刀工，還有炒得凍香凍好食。伊嘅酸味呢，最尾面有個回甘嘅效果，適到兩道菜真嘅好食。大保真的啦吼，不过太下底的，其实呢，这边还要给半夜班的时间，真嘅不卡懂的柚味，我们可以用柚味来煮吗？做的柚味来做料理，没做的。没做的不用用压底度嘛哈，不一定要用葡萄柚，太下能白做的吃都可能。不过头前呢一毕业，马上会拿出本地来了金行最百米一馆嘅挑战。做下国家料。強用日出料理，大家都會照冇強用嘅料理方式，兩處愛啲限甜嘅時間度，發揮自家嘅好手藝，完成自甜嘅菜色。到底兩處會掉出乜嘅澎湃料理呢？一家之主等於強下國家料咯。我老太太分享一個show哦，一個show呢，係吃到係一個當好嘅show，因為他們做研究好了，變做一個習慣，變做一個必須耶。講到熟個吼，雪玲阿姐就挺地。雪玲姐就是這個淑女，最了解這些習俗的。但係嘅呢，喺度園林輪播，非常講看南部嘅綠隊啊嘅素菜，喺講副卡呢地度哦，有講生意呢發天丁的話哈，有一個寬結酒嘅一個習俗，這樣子，佢會自己哦做結酒，寬結酒呢。伊今日嘅三季呀，過後擺嘅過後啊，嗰老頭拿哦醬雞、一夾腳剁下來，留本一道味嘅，各位其他乾用嘅部分呢，再從一部卡來煮嘅酒來食。不說呀哈呢就變做一個比賽，很多寬嘅酒嘅比賽。我就想說，這個比賽，哎，如果雪玲姐又去，你又要再拿一個全國冠軍。對啊，對啊，不會也真的有參加過。兩個就冇參加過，我諗講基里島嘅南部嘅就會用嘅酒來看，哎你倆。客家莊會用打心電板的哦，係啦，同樣雷同嘅意思。兩個我都愛吃。個個天氣冇同樣，唔過呢講到嘅酒，其實呢就係你客家懂經典的料理了。係啊，講到嘅酒吼，唔單止客家人聽聽哦，係民主阿姐最好嘅料理啦。你從第一集騎到現在呢？哎，我是不是為了配合雪玲姐啊？哎，怎麼改？對啊，因為她來了就有雞酒啊。係咯。許願成功。我說今日嘅題目呢就會有很多。最香料理，那個最，哎，是追的追啦，哦，最香料理，很會取諧音呢。係啊，你看，等一下，摸嘴總得轉體哦。李珠姐聽到最香料理，她的臉已經嗆掉了，罵該啊，罵個嗆這樣子。OK 啦，OK 啦，因為酒殺啲古老嘅倒下去就錯啊，一比最香呢，哈。好，來，風吹，請問一下，那個最香料理，菜名都乜嘅？麻油雞酒，麻油雞酒哈，輕鬆是食啲啊，
会水吗？喂，全酒嘛哎，全酒。哈，等下就闭水哦。哦，闭嘴。因为要水的啊。嗯哦，有信心吗？有。加油！加油！来谈看一下咱出的一片，准备好爱醉吗？我张可以醉吗？摸嘴摸爪。很能喝，健身教练不能醉吧？哎，很能喝，很能喝。能喝。所以等一下个酒是米酒呀嘿。够量。怎么了？他们都重点吗？关键是要划重点，高粱酒。用高粱来煮。嘿，透過後老人家是講，我看我大家是用米酒啊，我啲是用高粱來煮是好酒味好香啊。所以講老人家是講，哦，cái煮cái送藥是加到cái面線落去煮是寫好飽啦。等下我就送藥。嘿，好，所以根本你哋一拖出嘅菜名按到。酒香送藥。等一下吼，不醉不归。好，真紧哦。好，有信心吗？有。加油！我是希望啦，廖出吹呢，用这个酒精的浓度，开启博章讲话的可能。好不好？等下先给他喝3瓶。对，等下给主料的先必共发。好，两吹对应准批后塞，现场马上开始倒算3、2、1，抢开始。抢开始哦！讲到酒的料理，是恁阿姐最强。对啊，咁安尼讲啦，大家互相学习。有没有那个盖酒你最挺而注意款的蔬菜啊？盖酒是马油、豆老姜、马姜啊，别家下注意对喂。还有给七家叫个米酒，七家叫个米酒，其实甘色的人啊，煮下酒对位话，鸡肉会老脱，很爱煮还会透水。哦，这么对啦，会透一啲咧，会变邪教哎。唔会啦。款干嘛水啦？其实佢家讲用高粱酒煮啊，哈，高粱酒煮有人就不用盐，佢係金門人煮的方式。你是大個金門哦？我收金門人。好像聊太久了，我們馬上來款好嘞。哦，呀個雞係乜嘢呢？雞肉哎，啊，真的，肉感，土雞養的，哎，真的土雞哦。所以體質鋪嘅款應加姜媽片落去，冇加油哦。沒幾個買冇濕吧，冇表的。為什麼這麼的濕濕吧？因為薑有那個水分，水分都是用如果麻油炒的話，它比較快。哦，對，用麻油放進去，然後薑油炒過比較那個味道。它叫有米頭係嗎？係用哦。我不卡的我都是安用型啦。到今年嘅時節就煮個麻油雞。冇強樣，今年煮雞就唔會從入邊安用型安簡單。今年有加強嘛？台灣有用，可是我不知道台灣的名字。哦，對，因為他印尼人坐月子也是吃麻油雞酒嗎？是，可是印尼的麻油酒的話沒有放麻油。冇麻油，去麻油啊！太陽餅沒有太陽，哎，真的沒有。哎呀，我到晒印尼煮雞酒，沒講麻油酒，係講煮雞酒。哦，高熱的是很難喝的。好，要麼碰通酒，蜂蜜進的酒。哦，你帶嗎？冇帶到很低啊。那家裡不是住很近？要碰通酒哈，煮出來酒哈，個雞肉哈。它會轉乾嗎？沒有，妹轉乾，弄香。哦，要夢琪嗎？夢琪來吃。來，夢琪長。我看你麻油全部倒落去呢。嘿，以後之前麻油係香啊，按別倒又未香。你乾用用的，然後唔做嘢的。哦，我乾用做嘢仲有橋喎。佢哈，我乾用當功夫啦，做嘢的人哈，做唔得行出到房間門。哦。佢哈三餐啊哈，都掉落嚟幫我倒先。哇！啊，冇關人冇卡就當好用死人的哈。係我冇用3隻天啊，佢用用隻。哎，懂厲害。躺在床上就用人掉食物不應。可是媽媽很辛苦啊。這麼人如果身體不好哈，是種講做嘢的時節哈，人那個補哈，身體會改善。會變較雜。會較好嘿。吃咖啡的嘅。嘿。當皮也是包熟人老麥片呢，冇是包熟個。嘿，人不卡連雞都是暗紅。係啊，安用的雞肉較好食啊，好甜啊。好啦，咁哥注意下，大家哥都進來。好，低聽笑嘅。好了。哇，你哋阿姐，我非常期待你倆頭呢。那個佛。係啊，我老實講，我特別喜歡麻油雞酒店嘛，我一定就是點雙腰，然後雞客卵，係嗎？一定。食了凍營養啊，豐富啊。雞客卵你都用個區分嘅真係呀假。看就血絲嘛。
搭搭去没有血丝，真紧哦啊！它排渣的口呢是系假的，可是假的有嘛做诶？豆腐啦，哦，那木头本吧，变差。有豆腐做的啦。那你们的高粱都哪样？太小太杯了吧？少了，我刚刚说58呢，这58的。哦，去做灶的啦，灶的咩竹筒。哦。博章给他切给双腰哈，他切的非常漂亮。对呀，他的刀工超好的，炒起来会开奖，会开花。那你要两种就买正差，这有什么不一样？煮叶尾饭，煮叶尾无黏切饭，无黏切几个贵妇的一副，连无黏切黑嘛个？无黏切煮的煮叶尾旁边那个胰脏。哦，人的身体也是一样的。哦，所以就是肾脏跟胰脏。哎那。哦。不看老人家，如果是好磨累是讲就俩倒出来，谢是讲，是绕是不绕。该腰骨痛是该就该双绕来谢是个，该绕是好给好。所以你要先冲就应绕骨痛哦。我呀，真的是真嘅，血疗是唔会痛的。哦。莫该处理的缝隙就是一般那个砂锅就好的嘛。先烫为半熟。像个结合的吼，你莫烫好势，因为白脱。哦。买个东西会白脱，了。结合会白脱。很痛呢，那个结合会白脱啦。你莫烫熟，有啲都是安尼。哦。你唔好食，不过佢都當有看佢有酥也冇酥啊。也是會白脱啦。嘿，也差唔多了。英滾的話，佢會白脱啦。就各種嘅鈣啊，卵都有啊，有黃種的、白種的，還有黑無骨雞的。嘿，你時常買有啦，時常買整色的。開始你買冷凍的吼，就當都係假的。冷凍的是外國進口來的啊，有的係假的。你看人家大小不一的啊。所以按用個鐵巴做的哈。正常這不會吃的，這個有些人不會吃這個，很多人不會吃這個。當當然唔會食。對。不過他家人有硬頸的精神，一定會食。那怎麼個兩毛鐵法？該下去切，該下去切。該鐵法基本每上該會放開㗎。哦，照啊哈。我們先過去，等下給我都轉來哈，再幫他加點水哦。我們錯過了什麼？沒有。等一下，這個有加水嗎？沒有，很久。要千久哦。很棒。那我要站在那個搖滾區聞一下。哦，香味出來。這個我把它放。哇！不行哦。哦，好香哦。夠量到米酒嘅香氣就已經冇強用咧。一般嘅都唔卡起會變一點火。短久我正想我看呢。做得啦，有火就做得啦。有打火機。來，直接擺就按用表現哦。等一下，它會蹦哦。不會，不會。我攏講煮雞酒，海邊地方看煮雞酒唔好鹹過嘅，煮雞鹹過嘅唔好食，冇香哈，唔好食，它唔好食。一般嘅都唔卡起會變一點火，點火落去是加個酒妹，會掉嘅，會掉係又唔會用去辣過啊。那妹啦，還要表演一下嗎？不行，應該不方便吧？可以吧？可以嗎？哦，沒有，那小火了，不會很大。好啊，就帶來嗎？因為有點火，沒有這個，但這個比較甜。係啊，甜啦。短久我正想我看呢。做得啦，有火就做得啦，有打火機。來，直接擺就按用表現哦。等一下，它會蹦哦。不會蹦，不會。那個溫度咿呀那呀嘿咿呀嘿。這個酒精炒飛機。有那種螢火晚會。這是酒精。有。我覺得沒有人比我們更醉了嘛。對啊。可是我有一個問題，要怎麼熄火啊？等一下就鍋蓋燜一下就行了。可是它的酒味掉退去後佢是冇火的呀。因為冬天，因為冬天痛什麼的？痛天為冬天。我跟你說，雪玲姐已經開心了。還有傾起來哦。因為個火又唔會香，又唔會整燒問題。唔會用燒，其實不用變通，沒做得。給爛解除它。經驗嘛，它哈，好，我煮雞酒啊，我是喜歡燒火啊。啊，抽油煙機啊，哈，冇關它。這個抽，
给个佛在手上去呢，还唔好嫌少的伊呢。祝你楼上要小心呢。对，那个经营都问题。对呀。仲喺少佛的些切地中，我们得可以抽油烟机，这真的是冻虫药。对，观众朋友们会注意啊。对，差唔多，家己下下都做得咧。好，模子该应会露天了哈。嘿，做上的时间嘞。好，优秀都做得。好，好，一款烂水。好。哇，这个不是酒嘛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叶威煮酱油嘞。好嘞，好嘞。这个我把它放。哇！所以该够量就会一下就落去哦。对。我们要不要打火机？不行哦。哦，好香哦。够量到米酒嘅香气真紧冇强强呢。我家下咩讲我走走。倒是捞一点点嘛，莫捞几多水。可是等下做早为什么用汤碗？它抖掉系吗？那风轴会抖到一线竹吗？风轴会捞去去籽吗？无籽，不用啦。然后下就不用风轴的时间，还不捞去点开的。你们真的很搞刚哦，很懒。张妈妈很辛苦哎。我讲去用够量的，去用够量的挺平盐款。哦。为什么？低温的煮法的哈。啊，等一下，银煮基本下燥系吗？它越煮会越干吗？还是？没有，因为他说要不要太湿，面线会吸汤。现在你就差不多哎哈。差不多嘞。那我们继续倒数哦。烟草马上开始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間到，馬上出來試試看下最杯面罐咯，又最強料理哪一組行開腔咧？好咧，觀眾都最強料理哦，客家人呢千杯煮完肉，用筍酒來煮嘅料理，先來試試看下風吹嘅哈。有沒有人可以借我一支賴達？哦。好吃。呀呀，椰酒湯吼，整件煮到又干又鹹，對，酒味又有甜，對不對？雖然講而家有甜過，可是唔會有尿尿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鹽用咩當真的？用啥車用班咧？真好吃，真好吃。我真愛看遠足記一聽，你是不是喝了酒會點笑穴啊？对，我喝的酒臉就會紅啊，不能偷吃酒啦。夢汽車用班咧，沖牙揀用嘅時間，然後你做嘢㗎。我揀用煮較好食，唔咩用一種嘅酒啦，一種嘅酒我煮出來嘅酒冇咁好食，真嘅。哦，我用嘅茶酒嘅，這個酒味係，這個酒味好，好，它香。它的那個甜啊，完全酒到該湯地百度，非常好喝的湯。觀眾朋友，你喝不到呢。哦。咱这个阿姐老博昌美老风厨的评价一下俩头菜，很甜，很好吃，鸡肉也很嫩。这个好吃哈，好吃好吃。博章平常对鸡肉的这个品质，应该都是吃鸡胸肉哈豆。鸡胸肉比较柴，这个很嫩，很嫩。自己养的土鸡就是不一样，有在动的。哎呀，盖下雪来系盖牛部分，俩下爱雪送绕老盖下卵来试看哦。哇，来俩碗冻碰牌呢。没人嘅也會凍卵呢。唔好加入中國，唔好開。嚟家下最強最小料就講，呢條送肉會硬聽嘛，結果唔會嘟嘟好。還有呢條雖然有加麵線哦，不過完全唔會燥燥誒，它係又有水分，感覺今天非常的好食。對，而且佢米頭哦處理都懂真的，然後佢麵線加都通加，後面有揉一些鹽啊，大醬上面懂好食的。高粱的甜味有進去，可是可以再多一點點。哎呦，我看懂好是好嫩哦。好嫩吼，客家人講是好嫩吼，面皮會較油啊。姑嫂，從細就是好嫩係嗎？哎呀，我從不調節，我媽媽喺個十屆嘅時候，我就地我解好嫩。遠足記這件事的酒夠會話哈，這個話匣子全部打開來，沒有設限，沒有18禁的㗎，也係用高粱酒，高粱酒冇用嘅米頭啊，嘿，嘅冇小妹啊。假使吼，特件的麻油蓋麵線哦，都做到安用心哦，哇，真的會瘋搶嘞！真的要選一個缺點，我就覺得真緊係該酒太少嘞。哦，對呀，蒸發掉了，好像哈。對。車上那3罐怎麼不拿出來呢？哎呦，怕大家醉了，所以沒有拿下來。
所以我觉得高粱的米酒的真紧冇强容，用高粱来煮哦，佮甜味真紧下高调。我倒在师傅样板上，样板评分呢，加加来看哦。倒在哪一组最强嘞？先来抢谢灵记抢分分数。好，风吹一分，对每一票看一下神奇师傅。哦，又系风吹。谢灵记抢公平。米丝拢冻好啦，南吹的较可惜啦，加较软啦，浸水，结果像你讲样个无熟透，到后尾煮干量啊冰都唔错，你煮嘢先冰落去煮熟透啦。哦，都可惜做俩点，唔过米丝冻好，风吹咧，硬个鸡香落一滴滴咧，安尼鸡煮鸡酒还唔适合啦，唔迄摆要用安尼鸡煮，很软意思咧啦。即个香味香样很软意思，硬米丝唔迄摆煮唔做唔用咸过诶。哦，煮鸡酒咸过诶，米丝还唔好，按肉嚟啊，冇其他煮啊落地做。哦，比煮较老。好，换神奇师傅来公平。哦，两组呢都做到冻好食，我要分俩风推呢，就吃到几个汤头吼，冻甜冻好食就煮到每道用得出来啊，麻油啦，还有姜麻啦，还有个枸杞啊香味吼，吃到冻甜冻赞啊。南推两片呢就一岁的大葱嘿，你该面线呐都得捞进去。向下煮，然后向下煮呢，面线就有个麻油啦，有个就个梅头，啊，唔会使到两个迄排斥掉嘅，好，向下煮不较好食，感谢。在原地度呢，风吹得到2个评审嘅分数，我马上出来颁奖喽！耶！哦，今日你女主记刚刚一开始呢，有帮自己先来喊话一下，愿望成真了。风吹得到3分，南吹得到1分，先来恭喜风吹得到3000的人呢，加彩金！恭喜！谢谢。哇，恭喜！好，我南吹的鸦片哦，不然新点一下，体育摆出现了个电动牙刷烙粉钛金刀具组，哇！恭喜！你都会看有动奖哎。嘿呀。好，像孟坤啊，这边呢是银珠姐算系你资深的学姐喽，有了天津版，而且天津版可能就变到第1名哎。还有，下次好了。过了，你本季冠军啊。我本其他人是判因为叫大家捧桶酒来啊。好啦。咁樣參加心情，老太太分享一下嘛。哦，非常啊歡喜哦，冇拍落啦，而節目安然哦，清針啊，本來就嗬，做啲上電視台啊，嗰種嘅嗬嘅機會嗬，真歡喜啦。咁樣要老夢琪從自家老模用嗬，夢琪兩擺參加心情用版，老太太講一下。按緊張，呀，係咪緊張嘛？冇喲，係咪緊張啊？按生氣啦，按好夠啦，體育擺多多誒，感謝有呢個機會幫我上台。今日最可惜的是，某許多碰撞的介紹，還有印尼嘅客家菜。他有先跟我報名下一季的。哦，要講好嘅哈。因為好，大家咧哦，真緊來感謝一下你哋阿姐吼，帶來啱好食嘅料理呢。今日參加咗埋感想，就對老大家分享。都開心啊！啊，體育牌包括形狀。對，錯。行年牌，該是東會講咧。哦，你講嘅哦，一台你航牌的表現哦。好，好，最後要給博章一個機會啦，因為今面好像隱形人喺度冇堂都去講話呢。第一次上節目有點緊張啊。對，因為我平常是在教課的，那跟教課應該很會講。跟這個又不一樣啊，平常有人互動，啊，現在沒有人可以互動，怪怪的。哇，他沒有把我當人啊，不是，對，不是。但是我覺得透過這樣這一集展現出來之後，很多人也可以了解到啊，原來不一定就是客家菜一定怎麼樣，也許我們健身啊，不同的吃法也可以更健康，對不對？那博章下次來的時候，客家話要多練一些哦。沒問題。今日呢，太起家吼大洲就來參與比賽嘅吼東南的比分，可能做出某樣料理，而且我們今天真的也很挑戰，可能最關鍵講到最強的料理，撈到9公落去就好係冇？沒有哦，食材其實冇按好處理，嗰兩組都表現得當真的，特別是我們的開心果女主記啦，你把過來哈。好，介紹哦，學到有點甜哦，我哋一下嘅心情哦。這個酒氣可能開始出來咧，大家我們 ending 就結束，歡迎大家結咧不醉不歸。歡迎大家叫下來到節目當中，叫下來分享楊福卡地度最厲害嘅料理哦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